你哋有冇諗過屈原如果係現代人，佢係未必需要死。係啊，佢可能會俾人屌死。屈原若然係現代人，佢係點嘅咧？首先佢會有個 IG 啦，屈原 BBB 咯。係因為佢申請唔到屈冤㗎啦，應該勁多大陸仔咁叫。係啊，有一日屈冤 BBB 咧同皇帝撒氣啦，嘈交啦，好 emo 咁樣行出皇宮。於是佢自拍，落翻個 filter，spring、summer 都係 winter moody 啲 caption。皇帝條撲街淨係信晒班閹人臭四，逗號。一個轉身360一嘢投河啊！感嘆號 #suicide post。你冇忘記，若然屈原係現代人嘅話，嗰班閹人臭四都係現代人嘅咯。所以大家都會有大家嘅 IG 嘅喎。當中 No J Forever 一睇到屈原個新 post， 佢即刻就留言收皮啦。逗號，夠薑就一齊切 J 感嘆號。之後屈原部手機，佢一睇 notification， 切 J。冇男人睇到切 J 呢兩個字係會唔粒水，一粒水就冇下文㗎啦。咁啊投唔成河啦，就係咁咯。係啊，你哋而家笑啦，你覺得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啦。枉你聽咗咁耐節目，我成日喺節目裏面同大家講，面對一啲悲劇，如果你都仲笑得出嘅話，請你運用少少嘅想像力、同理心，你幻想一下，若然你係屈原，你俾人屌死，而你冇死，至少在座各位今日就唔會再有端午節假期。